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r. Num。今日我哋收到慈善團體嘅求助，一隻小貓患咗重感冒，已經喺醫院住咗2日啦。今日嘅狀態唔錯，暫託姐姐決定租用氧氣機帶佢返屋企休養，親自照顧。由於小貓嘅狀態仲未能夠完全脫離氧氣，所以同事用我哋嘅救護服務，用一站式嘅氧氣無間斷帶返屋企。呢一部就係我哋嘅最新型號，特別寧靜，體積亦都比較薄啲，好適合一啲幼犬、幼貓或者兔仔、倉鼠。我哋已經試推出咗3個月，家長嘅反應都非常之正面，非常欣賞。佢係瑞典品牌嚟㗎，大眾同埋醫療界對於佢都非常之有信心。嚟緊我哋都會加入更多呢一種優質嘅器材，令到更多小朋友可以受惠。至於各個慈善團體，Yale2知道你哋都會成日照顧一啲傷病嘅動物，可能都需要用到氧氣設備，經常都要互相借用。但係呢啲設備可能數量唔足夠，亦都未必符合到醫療規格。團體亦都未必對於氧氣治療有足夠嘅認識。Yale2真係好想幫呢啲小朋友出一分力。而家我哋有個特惠計劃，只要購買我哋嘅瑞典 GCE 氧氣機，又或者美國嘅飛利浦氧氣機，都會有85折。只要夠3部，我哋就可以進行團購。你落單訂1部都得，我哋只要夠3部就可以開團㗎喇。